自2026年6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献祭是为着亲近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列王记上卷15章25到33节。耶罗波安伫以法莲山区重建示剑，住伫遐。后来离开示剑，重建比努以勒。耶罗波安心内讲：呾即个国毋知为阁归属大笔假袂？遮个人民若上去耶路撒冷伫上主的殿献祭，因的心会归向因的主犹大王罗波安，因会甲我杀死，搁倒去归属犹大王罗波安。王甲人参详了后，决定铸造2只金的牛仔，就对人民讲：恁去耶路撒冷敬拜伤辛苦。以色列看，这个是带恁对埃及地出来的神明。伊下一只伫伯特利，一只伫但。这个代志，互以色列人民含落做，因为因去但甲伯特利拜金牛仔。王伫山头起殿，设立毋是利未支族的人做祭司。耶罗波安学犹大定做期守节，毋过将日期定伫8月15，搁伫祭坛献祭。伊将所设立山头坛的祭司派去伯特利，家己嘛去伯特利献祭，互伊所铸的金牛仔。伊伫8月15，就是依照家己的意思定的日，去伯特利，伫伊所起造的祭坛献祭。伊甲以色列人定做期，搁伫祭坛献祭烧香。献祭是为着亲近上帝。耶罗波安以示剑为北国以色列的首都，改成位伫以巴路山甲基利心山之间的交通要道。耶罗波安除了修建示剑增强防御，也伫约旦河东岸雅卜河渡口附近起着堡垒，目的是要防止外敌渗透和内部叛离转往南国。后来，以色列王阁将首都迁往得撒，伊大概位伫示剑东北一带，地处以法莲山地、亚述的平原、加利利等地甲外约旦连接的要道顶面，也是南北向大道必经之处，地理位置重要。按理做以色列王6年以后，阁将首都对得撒迁到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位伫犹大和加利利之间，城池雄踞山头，具备重要的军事甲经济地位。自安尼成做以色列的首都，直到主前722年，互亚述帝国攻陷为止。耶罗波安根据地理条件选定首都，搁加强防御堡垒，并以但和古代圣地之一的伯特利做敬拜场所，目的是防止人民倒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，免得因变心转去效忠犹大王。过去，以色列人透过利未支族的亚伦家族的祭司，踮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敬拜上帝。伫犹太宗教仪式中，献祭意义是敬拜者借着安尼重新转来到上帝的名约，祈求蒙上帝的悦纳。希伯来文献祭字面上的意义是靠近，深刻的意义是透过祭物的代赎，互敬拜者跨越诚信甲凡俗之间的鸿沟，甲上帝建立亲密关系。
总是受上帝拣选做以色列王的耶罗波安，却反其道而行。伊为着个人的政治意图，直但和必得利建立敬拜中心，铸造2只金牛仔做神明，佮对利未支族以外的家族设立祭司，以消除人民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意向。安尼的献祭演变做人为着取悦神明献牺牲，实际上却亵渎神圣的上帝。耶路撒冷原是上帝拣选作为以色列人敬拜伊的地方，圣殿也成做以色列人喜乐的来源。总是耶罗波安却伫但和必得利做金牛仔，佮对人民讲：恁去耶路撒冷敬拜伤辛苦，以色列看咧，这个是带恁对埃及地出来的神明，这诚侪人民犯罪的起因。伫古代近东，牛象征力量，因为安尼常常是异教崇拜的对象。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，迄是上帝绝对禁止的罪行。圣经中的先知常常指责拜偶像的罪，因为迄毋简单，互人远离上帝，佮导致国家的败坏。该在伫新约时代，赐真理的圣神来，伊要指引人进入到一切的真理中。咱要追求上帝的旨意，倒转来以遵行上帝命令，做正百姓的正路。默想，人总是倾向自我中心，追求偶像毋是亲近上帝，因而犯罪远离上帝。耶罗波安的作为带予我甚物照镜？人总是倾向自我中心，追求偶像毋是亲近上帝，因而犯罪远离上帝。耶罗波安的作为，予我甚物款的照镜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愿你的公义、慈悲甲智慧，常常踮我的思想甲行动中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